当着米南站都这个在呢，全就他们路卡最路吧是，他看是到起东人就在看最哪红民的桥的，结果呢民书记啦，过了牛过过了，没落去什么事啊？今早有书记来了，等我那江子县米跟我落下好要求，我那看他电视。他就看那个前面那个了，没明了看是件事，没明了么是件呗。他个点点颜色，牛个做那个去配出。他不是啦，那个这些现在搞用免多的价格是吧？前边，可他都是推推嘛，没明了看是件事，阿拉国家经济了，干嘛讲这个前边？经济没成高了，我们了看是件前边。所以啥？而且经济这些也没明了看是件前边，虽然嘛虽啥，都是没明了前边。扬州什么吧是？当然那边没明了扬州小子，这个呢，扬州也没明了扬州世界是吧？前边，他个牛他这个把人家过来拿着都过没有是？他起码呢，完了出去了，当我这个可能干点嘢嘛，杨家这个就那主编过龙这边交易，马龙这个交易，因为啥呢？我们一龙了用的在那，我这些几个么了，扬州都也没明显的动到去，啥有些的小家交易，我那辛苦了。下面这怎么呢？我对就我弄莫扬州呗，是吧？这个，哎呀，你在这莫扬州去，莫扬州是个那说别的多少个钱呗？啊，可是经济我们莫白了是个，莫一年水莫是个，你我什么呢？是吧？钱呗？大个人那出家我就过得越多，是吧？这个，我出家我就过得就多。说起来，出家我就过得呗，还学的呗，什么他妈学，出家你就他妈来么呗？可是俺们那中途嘛用到什么他妈点呗，是个点呗，打印的印这是个啥？俺们同事。我那说起来，你往什么办？我那这，或者俺们那个人出家我就这样噻。不，民旁了我嘛，这今天来要这个嘛吧，是吧？这边平常看点的嘛，就搞到也是吧？是。抖音。